佢26歲就做到財務總監 CFO， 但突然走去泰國做和尚，究竟發生咗咩事？佢做完和尚之後仲可以大紅大紫，仲結埋婚，一齊聽下。瑞典人比約恩未夠30歲就做到財務總監 CFO， 佢咩都有，有車有女，仲有星期一焦慮症。佢話自己成日好擔心工作，好大壓力，仲好介意人哋點睇自己添，每一日都扮到自己好中意返工。有一日佢諗翻起讀書嘅時候，商學院教佢返工係為咗 maximize 股東嘅利益，佢就問股東嘅利益關我咩事？日日做到隻狗咁就係為咗班唔識嘅人。偶然之下佢接觸咗冥想，令佢放鬆。突然間內心有把聲音同佢講 It's time to move on。佢竟然用咗唔夠5秒就決定 quit 咗份工去。辭咗職之後呢，佢就幫人洗碗，又讀文學，然後去咗聯合國做經濟學家，又去咗東南亞 backpack 旅行，仲遇到個女朋友添啊！喺人生冇方向冇事業嘅時候遇到真愛，安撫到佢空虛嘅心靈，令人生突然間有翻色彩。點知條女飛咗佢，佢由天堂跌咗落18層地獄。好多受傷嘅人就會尋找宗教，比約恩都唔例外。佢就去咗揾佛教，佢飛咗去泰國上一個為期4星期嘅冥想課程。冥想係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面，然後佢又睇咗一本喺森林做真人嘅書，開始令佢有呢個念頭。佢又再一次聽到嗰把叫佢 quit 工嘅聲音，不過今次係叫佢去森林做真人啊！佢冇掙扎，佢好決斷咁放低所有嘢去泰國做和尚。佢阿爸媽好開通，冇反對，仲支持佢呢個決定添啊！就係咁，佢自己一條友就飛咗去泰國修道院啊！你以為和尚嘅生活冇啖好食？泰國嘅修道院絕對顛覆你想象啊！佢哋每日凌晨3點鐘就起身冥想，天光就喺條街度等人哋俾嘢食佢。因為泰國人好尊重僧侶，會將最好嘅嘢食俾佢哋。僧侶呢係冇得揀嘢食嘅，結果佢哋可能日日食芒果糯米飯、泰式甜品，所以唔少僧人過重，甚至有糖尿病添啊！連泰王都忍唔住出聲，拜託大家俾啲健康啲嘅嘢食僧侶啦。佢哋一日食一餐嘅啫。咁朝早9點半至晏晝3點，竟然係6個鐘嘅自由時間，班和尚就會聚埋一齊睇書啦、冥想、歌攝下。3點到5點就係佢哋嘅工作時間，佢哋會做木工、修理房屋等等。而且呢，修道院為咗磨練佢哋，唔俾真人揀室友噶，仲要定期逼佢哋轉房，逼佢哋同唔同嘅人相處學習。做真人嘅生活好安全，因為每一日都係一樣。做咗17年真人之後，佢內心嗰把聲音又同佢講嘢啦，係時候要返屋企啦。即係還俗，比約恩想將佢喺修道院學到嘅嘢應用喺真實世界入面，但佢細都估唔到呢個還俗嘅決定令佢陷入一個人生最黑暗嘅時期。佢好焦慮又冇安全感，瞓唔到覺，仲患上咗 depression。因為佢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就係錢啊！佢冇做嘢好多年，份 CV 已經真空咗17年啦，冇人肯請佢做嘢。佢覺得自己好廢，好冇用，不停同自己講，永遠都搵唔到工噶啦。永遠都買唔到車噶啦，我係廢柴，冇希望噶啦。喺呢段黑暗嘅日子裏面，佢用翻佢學咗20年嘅冥想，將注意力擺翻喺呼吸入面，而唔係注意嗰啲負面嘅諗法。18個月之後，負面嘅諗法慢慢離開咗佢。佢話學到最重要嘅一課，就係唔好相信自己大腦嘅劇本。我哋嘅諗法唔等於事實，因為我哋嘅諗法係受文化、家庭或者已經發生咗嘅事影響，但係記憶係片面而受情緒影響，所以我哋嘅諗法唔一定係事實。慢慢好返之後，有個朋友同比約恩講：喂，係時候同其他人分享你嘅生命啦。就係咁，佢開始教冥想。大多數喺瑞典教冥想嘅人都唔係本地人，所以比約恩嘅優勢就係用瑞典話教返本地人。工作機會竟然越嚟越多，佢走去教唔同嘅私人公司、政府部門，仲上埋電台同電視台添啊！佢冇諗過自己出咗家17年，竟然仲可以喺勞工市場揾到價值。佢其中一個冥想嘅學生仲成為咗佢老婆添。佢嘅人生真係好傳奇。比約恩最後係患上漸凍人離開呢個世界。佢最後嘅日子，每一日都好珍惜同佢太太相處嘅時間。佢話我哋人生擁有嘅只有當下呢一刻。內心嘅聲音再一次同佢講：你已經預備面對死亡，因為你嘅生命已經冇任何遺憾。我哋成日都好驚唔跟呢個社會行，驚裸辭 CV 空白咗，為興趣就驚搵唔到食，或者俾其他人指指點點。但比約恩由 quit 工出家到還俗，都只係聽內心嘅聲音去做。其實佢嗰一刻都未知道自己條路係點嘅，但內心嘅聲音就同佢安排咗一個好精彩嘅生命。透過喺泰國出家冥想，比約恩成為當時唯一一個教冥想嘅瑞典人。好多都市人心靈焦慮，極需要揾內在平安，所以比約恩喺瑞典極具商業價值。可以養活到自己之餘，又做緊自己中意又擅長嘅嘢。冥想又令佢認識到人生最重要嘅另一半。
內心嘅聲音可能先係最了解自己。比若欣話，咁多年嚟學到最多嘅嘢就係自己嘅諗法唔一定係啱，所以呢本書叫做 I may be wrong， 我可能錯了。睇下我哋有冇用時間尋找呢把內心嘅聲音，同埋我哋相唔相信呢把內心嘅聲音。鍾意呢個故事就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，下次見。